喂，大家好，又係我刀仔。第32戰12月嘅27日嗰日，沙田係一共有3場泥地同埋7場草地嘅賽事嘅，共10場。喂，大家馬迷朋友好，我係刀仔。首先，我先介紹我哋嘅頻道先。我哋嘅頻道嘅影片最主要係分成2個部分。第一個部分就係 tips 嘅部分，而第二個部分就係賽果分析嘅部分。而賽果分析嘅部分，我哋最主要係由我設計嘅2分法，希望可以帶俾大家馬迷去理解2分法，去點樣處理一啲揀馬嘅程序或者係一啲技巧嘅。咁希望能夠幫到大家馬迷揀到心儀嘅馬匹。咁呢個就係我哋節目內容嘅安排啦。咁咧到最後，多謝晒所有馬迷嘅支持，祝大家馬迷朋友仔身體健康，同埋工作順利。好啦，以下呢個圖表就係簡單2分法嘅架構樹狀圖，同埋3大嘅法則。咁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嘅，可以睇翻第74戰同埋第75戰，裏邊有詳細解釋呢個簡單2分法嘅運用嘅。好，我哋就進入下一個環節啦。喂，大家好啊，又係我刀仔啊。嗱，咁我哋嘅刀仔大家庭咧就已經正式推出噶啦。咁會員大招募嘅影片咧，亦都擺咗喺我哋嘅首頁嘅頁面上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咧，可以睇會員大招募嘅影片。裏邊咧就會詳細介紹我哋會員版裏邊有咩資訊，同埋未來有咩資訊噶啦。咁暫時咧每個賽馬日咧就會有3條影片上載嘅，咁係暫時嘅。咁亦都會包埋我哋嘅 WhatsApp 未來會出嘅 WhatsApp 群組嘅。咁咧就另外咧，如果想加入嘅話咧，只要喺訂閱掣隔離有個加入掣嘅，只要撳嗰個加入掣就可以啦。好，咁啊歡迎晒大家咧，隨時可以加入我哋嘅刀仔大家庭。再次感謝所有嘅馬迷，多謝晒你哋。喂，各位馬迷好啊，又係我刀仔啊！哇，首先咧就恭祝大家聖誕快樂先，因為今晚咧就係聖誕節啦啊！希望大家咧就係每一日身體都健健康康，好唔好啊？好，咁咧首先咧講翻先，今日咧陣間喺下一個環節咧就會出一個我哋新嘅圖表俾大家參考嘅。咁其實嚟緊咧都有好多圖表，我咪講過咧啲賽果圖表。其實因為之前咧，我覺得佢出得唔係太好咧，我想重新做好啲，所以變咗咧嗰啲圖表咧可能會遲多少少先會推出嘅。咁大家就耐心等待啦。咁今日咧有其中一個新嘅圖表，佢係做咩嘅咧？佢最主要咧就係睇下每一日咧入咗席嘅一啲攬馬比較重要啲嘅。值得留意嘅，我哋就會將一個圖表咧俾大家參考下裏邊嗰啲攬馬，佢最主要佢有啲咩特性，俾大家多啲睇下。即係例如佢係對指數啦，佢對應咩指數啦、咩參數啦、咩顏色或者咩圖案，甚至將來乜嘢方向系統等等。咁咧，希望能夠喺呢啲表裏邊俾大家得到一種啟發啦，同埋係一種導向性。我成日講呢個係反而係最重要，特別係會員咧，如果擁有咗所有嘅圖案顏色系統嘅資訊咧，可能會員睇得多呢啲攬馬嘅特性嘅話咧，對大家去揀賽前揀攬馬咧，應該起到會比較大嘅作用嘅，好嘛？特別係要做一啲條件方法咧，有時我哋都要更加理解所有嘅數據嘅，好唔好？好，咁我唔阻大家咁多啦，我哋即刻進入去下一個嘅新環節啦。好啦，嗱呢個咧就係新嘅圖表啦，就係上次12月23日第31戰嘅一啲比較值得留意嘅攬馬。咁我哋咧就 show 咗出嚟俾大家參考嘅。咁暫時我就會每一日抽10匹出嚟嘅啫。咁將來可能會再抽多少少都唔奇嘅。咁我哋先抽我認為最值得參考嘅10匹攬馬咯，嗰一日。咁咧嗱，好簡單嘅啫，即係譬如佢依個圖表咧，佢最主要就睇到啦，嗱馬號啦，佢係幾多場啦？譬如見到第9場嘅5號，我哋咧排咧就係最值得嗰隻咧，就排喺最頂嘅，如此類推嘅。咁譬如又會有個馬名啦，又會睇到佢嘅檔位同埋副榜啦。咁個圖表又見到騎師同練馬師啦，咁亦都睇到咧賠率嘅5分鐘嘅時候係29倍啦，最後係45倍啦，即係譬如我哋講太易穩咁先啦嚇。嗱，跟住會見到個名次係第幾名啦，咁跟住最緊要就係個指數啦、參數啦、
顏色啦，同埋圖案，呢個就係我哋所講嘅。大家理解多啲攬馬嘅特性先。即係譬如大家可能會睇得多，會見到，以為最值得嘅攬馬，咦佢嘅圖案多數會偏向啲乜嘢？咁大家就會理解多啲噶啦。即係例如佢會多數係啲咩參數，或者佢多數係啲咩顏色等等。咁大家多啲去睇下呢啲表，可能會俾大家會有一種啟發性，去識點樣去製造到條件方法呢樣嘢嘅。咁大家多啲留意下呢啲表咯，希望可以幫到大家。咁每一次咧，我都會出呢啲表俾大家作一個參考用嘅，好嘛？即係等於我哋呢個表，大家可能睇到啲嗱，譬如以前我都仔都喺會員片講過啦。我哋追飛係冇用嘅，即係好多時我哋都話，哎呀落飛啊，追燈啊咁樣。我都曾經講過，如果追燈係可以嘅，呢個世界冇人翻工噶啦，淨係追住眼燈就 OK 啦。即係講綠燈啊、啡燈咩都好啦。大家你留意下啲好值得嘅攬馬咧，你睇翻佢賠率，全部都唔係落飛嘅。大家見唔到啊？即係譬如你見到太易穩，佢係29倍去到45倍，求其抽隻出嚟，譬如你運來五寶，佢係21倍去到32倍，全部都係褪晒喺後邊嘅。所以我哋點解成日都話？幻想佢跟飛就可以得，我可以話俾你聽，如果跟飛可以得嘅，我都講過係絕對唔使翻工啦，以後淨係跟飛就可以成為全職手啦，即係所謂。所以基本上咧，呢個只不過係一個幻想嚟嘅啫，冇咁簡單嘅嚇。我希望大家容易啲理解。咁呢啲敏感嘅議題，我將來都係喺會員影片先再講啦，好唔好？咁咧嗱，所以咧大家多啲留意下呢一 part 啦。希望所有嘅資訊可以俾到大家一種導向性，睇下將來點樣去製造條件去捉攬馬，呢個反而係最重要，好嘛？好啦，我哋依家即刻進入去今日嘅貼士嘅環節啦。好啦，先嚟到第一場就係4班嘅1400米。嗱，呢一場嘅馬膽係3號嘅都靈冠星，佢係布紋騎嘅，係藍色，圖案係色仔。而第一配腳係2號嘅極上沙龍，佢係潘明輝騎嘅，係黃色，圖案係鑽石。而第二配腳就係13號嘅知恩徒步，佢係金城剛騎嘅，係啡色，圖案係炸彈。以場嘅威脅馬就係9號嘅願好運，佢係潘頓騎嘅，係黑色，圖案係飛機。好啦，嚟到第二場啦，就係4班嘅1200米。嗱，呢一場嘅馬膽係8號嘅瑞木，佢係艾杜拿騎嘅，係黑色，圖案係炸彈。而第一配腳就係12號嘅的愛好，佢係紀仁安騎嘅，係粉紅色，圖案係波板糖。而第二配腳就係2號嘅志滿同行，佢係奧爾文騎嘅，係綠色，圖案係車仔。以場嘅威脅馬就係呢隻9號嘅小魔怪，佢係周俊樂騎嘅，係橙色，圖案係色仔。好啦，嚟到第三場啦，就係2班嘅長途2000米。呢一場嘅馬膽係7號優才，佢係田泰安騎嘅，係藍色，圖案係色仔。而第一配腳係6號嘅天象龍駒，佢係無險公騎嘅，係黑色，圖案係鑽石。而第二配腳係9號嘅君子傳承，佢係蔡明少騎嘅，係黑色，圖案係樹葉。而呢一場嘅威脅馬就係呢隻4號嘅非為僥倖，佢係艾少禮騎嘅，係橙色，圖案係老虎機。好啦，嚟到第4場啦。嗱，呢一場係泥地啊，5班1800米泥地，就係馬膽係7號領創動力，係田泰安騎嘅，係粉紅色，圖案係樹葉。而第一配腳係10號嘅幻影旋風，佢係紀仁安騎嘅，係啡色，圖案係老虎機。而第二配腳係9號嘅香港精神，佢係金城剛騎嘅，係綠色，圖案係車仔。而呢一場嘅威脅馬係 B 級嘅，呢隻 B 級威脅馬係6號富裕君子，佢係布紋騎嘅，係黃色，圖案係樹葉。好啦，嚟到第5場啦，就
就係4班嘅1200米。嗱，呢場嘅馬膽係9號嘅驕陽雄心，佢係蔡明少騎嘅，係啡色，圖案係色仔。而第一配腳就係3號嘅富心星，佢係黃志宏騎嘅，係藍色，圖案係魚。而第二配腳就係呢隻5號嘅馬鳳凰，佢係何澤堯騎嘅，係綠色，圖案都係魚。而呢場威脅馬係1號嘅包裝戰將，佢係潘頓騎嘅，係黑色，圖案係飛機。好啦，嚟到第6場啦，就係4班嘅1400米。嗱，呢場嘅馬膽係7號嘅機械之星，佢係周俊樂騎嘅，係黃色，圖案係飛機。而第一配腳係9號嘅喬峰，佢係田泰安騎嘅，係綠色，圖案係色仔。而第二配腳就係12號嘅快樂高球，佢係班德禮騎嘅，係粉紅色，圖案係魚。而呢場嘅威脅馬就係呢隻5號嘅亨奇，佢係布文騎嘅，係黃色，圖案係波板糖。好啦，嚟到第7場啦，就係4班嘅1650米，呢一場係泥地嚟㗎。好，馬膽就係14號嘅考眼光，佢係艾少禮騎嘅，係綠色，圖案係車仔。而第一配腳係12號嘅午夜快車，佢係班德禮騎嘅，係黃色，圖案係魚。而第二配腳係8號嘅加州星馳，佢係蔡明少騎嘅，係藍色，圖案係炸彈。而呢一場嘅威脅馬就係4號嘅星光快驅，佢係潘頓騎嘅，係粉紅色，圖案係魚。好啦，嚟到第8場啦，就係3班嘅1000米直路啦。呢一場嘅馬膽係6號嘅飛龍在天，佢係何澤堯騎嘅，係黑色，圖案係魚。而第一配腳就係3號嘅會長之寶，佢係艾少禮騎嘅，係粉紅色，圖案係色仔。而第二配腳係1號嘅時時歡欣，佢係奧爾文騎嘅，係黑色，圖案係鑽石。而呢場嘅威脅馬係 B 級嘅，呢隻 B 級威脅馬係4號金金小子，佢係潘頓騎嘅，都係黑色，圖案都係鑽石。好，跟住嚟到第9場啦，就係3班嘅1650米。嗱，呢一場都係泥地嚟嘅嚇。好，馬膽就係11號嘅柱神，佢係紀仁安騎嘅，係藍色，圖案係色仔。而第一配腳係4號嘅黃龍飛象，佢係布文騎嘅，係綠色，圖案係波板糖。而第二配腳係5號嘅不同世界，佢係何澤堯騎嘅，係藍色，圖案係色仔。而呢場嘅威脅馬係 A 級㗎，呢隻 A 級威脅馬係13號海明神驅，佢係潘頓騎嘅，係粉紅色，圖案係車仔。好啦，嚟到尾場啦，第10場嘅3班1200米啦。嗱，呢場嘅馬膽係1號嘅歲歲有福，佢係紀仁安騎嘅，係粉紅色，圖案係車仔。而第一配腳就係呢隻13號嘅紅愛社，佢係蔡明少騎嘅，都係粉紅色，又係車仔圖案。好，跟住第二配腳係4號嘅仍然威風，佢係希威森騎嘅，係綠色，圖案係波板糖。而呢場嘅威脅馬就係呢隻5號嘅，呢場威脅馬係 B 級㗎，呢隻 B 級威脅馬係5號嘅賢力寶，佢係潘頓騎嘅，係黃色，圖案係飛機。好啦，嚟到呢個環節咧，就係上次12月23日嗰個賽果嘅一個summary 啦，就俾大家作一個 record 同埋參考翻用啦。咁咧我哋今日咧都會分，又係照舊啦，喺呢個環節我哋會分享俾一啲新嘅馬迷朋友仔睇啦。咁舊嘅馬迷朋友仔係啦，要溫故知新，睇多啲裏邊中間嗰個作過程啊，自然就會做到自己嘅方法出嚟噶啦。咁今日咧亦都會做一啲複合方法俾新嘅馬迷朋友仔睇啦，因為過往我哋都係做簡單方法啦，咁我哋今日就會做埋複合方法，
簡單咁樣做俾大家睇嘅，純粹淨係做第一層嘅分箱啫。呢家呢個環節係好唔好啊？好，咁我哋即刻進入去今日嘅賽果分析嘅分箱環節啦。好啦，我哋而家抽一個部分啦，抽馬膽嘅部分出嚟分啦，好唔好？今日主要都係分馬膽，不過會用唔同嘅方法，用唔同嘅形式去分，咁啊俾大家參考都係。好，第一個處方法咧就係用顏色去分，咁照舊啦，簡單啲啦，當1號箱1至7檔，2號箱8至14檔啊。新嘅馬迷朋友仔記住用咩檔位，大家可以選擇嘅嚇。你1至5檔喺1號箱就得，6檔或以上擺2號箱就得，又或者調翻轉你9至14檔喺2號箱，其餘嗰啲擺晒落1號箱又得，大家中意點做都得嘅嚇。好，咁咧嗱，今日嘅煮方法係粉紅色、黃色同綠色就要個煮方法係咁，用顏色今日 OK。好，我哋開始咯喎。第一場嘅5號快樂寶寶佢係綠色喎嚇，配合咗啦，佢12檔，所以佢擺喺2號箱，1開份5喺2號箱。好，跟住第二場嘅7號佢係8檔，所以2開份7跌落去2號箱。好啦，跟住第三場2號標誌亮子係黃色喎，配合咗啦，佢係10檔，所以3開份2跌落去2號箱。繼續數落去，3隻橙色唔需要理佢。好，去到第7場嘅9號長隆區佢係粉紅色，配合咗啦，佢係2檔，所以7開份9跌落去1號箱。好，到跟住到第8場10號佢係黃色，配合咗精彩進賬，佢係11檔，所以8開份10跌落去2號箱。好，最後第9場1號喜蓮勇敢佢係5檔，所以佢要擺喺9開份1擺喺1號箱，就係咁啊，分完啦。好啦，咁就好簡單啦。如果你買1號箱嘅，咁咪買2隻，有1隻入咗嚟咯。買2號箱就係買4隻，4隻入咗嚟咯。又係嗰句，如果大家嫌4隻都多嘅，咁我哋咪再箱中分箱咯。咁新嘅馬迷朋友仔，陣間可以睇會員賽果分析部分嗰個 part。咁就會見到箱中分箱嗰個過程會係點，同樣都係咁做嘅啫。甚至4箱去8箱，8箱去16箱，個原理都係咁樣運作嘅，好嘛？好，咁我哋即刻進入去下一個嘅分箱環節。好啦，嚟到呢一 part 咧，我哋又改一改啲嘢，分俾大家參考咯，好唔好啊？即係俾大家睇下方法，自己定係千變萬化嘅，最緊要你諗到，你觀察到乜嘢，你自己喜歡嘅就可以做噶啦。嗱，好似今次煮方法。我哋用最高指數嗰6匹，最高嗰6匹 ，OK？ 你中意最高嗰3匹或者4匹都得㗎，冇所謂。我哋最高指數6匹，因為如果你做得太少，如果你得3匹嘅，你箱中分箱又少得滯，係咪？咁我哋做6匹俾大家參考。嗱，箱中分箱個部分咧，1號箱就係某一啲圖案，2號箱就某一啲圖案嚇。大家中意擺咩圖案，任由自己選擇 ，OK？好啦，咁我哋又用翻之前用過嗰啲擺法嘅圖案算啦，我哋唔會改嗰啲圖案嘅擺法啦。至於馬迷朋友仔可以自己中意點擺都得 ，OK？ 好，我哋開始試下啦喎。最高指數第一隻係9場1號嘅喜蓮勇敢，佢係73，個指數係最高嘅。呢一隻係車仔，所以要擺喺1號箱。9開份1跌咗落1號箱。好，跟住第2隻最高嘅。就係呢隻第8場10號精彩進賬，佢係鑽石，所以8開份10要跌落去2號箱。好，到第3隻最高嘅就係2場7號活力精神，佢係波板糖，所以2場7號要跌落去1號箱。跟住到第3場2號，佢指數排第4最高嘅66係，好，咁佢係車仔，所以3開份2。跌落去1號箱。好，跟住數到第5隻最高嘅就係1場5號快樂寶寶，指數62係第5最高嘅，呢個係色仔，所以1開份5跌落去1號箱。好啦，數到第6隻最高嘅就係指數59呢隻5場12號大千絕塵，佢係車仔，所以5開份12跌咗落去1號箱。分完，所以大家睇翻咧，你用唔同嘅方法咧，跌落去嘅情況都會唔相同嘅。頭先用之前嗰個方法咧，佢係跌晒落去2號箱，係咪？就係自己 setting 乜嘢就會跌落咩箱啊？
今次就會喺晒1號箱嘅，所以喺邊個箱唔係重點，係你用乜嘢方法同用乜嘢條件，即係個箱嘅條件，自然又有唔同嘅答案，所以大家要多啲做呢個功課 ，OK？ 咁咧至於1號箱咧，你如果5隻嫌多嘅，咪箱中分箱咯，又係整2個條件出嚟，然後箱中分箱咯。就係咁簡單嘅啫。好啦，嗱，下一個環節咧，我哋就嘗試加個複合方法落去，又分俾大家睇，同樣係分馬達，因為費事大家亂，所以我用同一 part 去分俾大家睇，好唔好？好，我哋即刻進入去下一個環節。嗱，嚟到呢一 part 咧，我哋煮方法就一樣 ，OK？ 但係我哋唔同嘅就係加多咗個複合方法，檔位要大過或等於8先至要 ，OK？加個複合方法，咁啊大家感受下好唔好啊？好，我哋即刻試啦。第一隻最高嘅係9場1號喜蓮勇敢，頭先分都係佢第一隻最高73指數。問題就係在於佢檔位係5檔，所以係唔需要分，因為複合方法話明係檔位要大過或等於8檔，所以9場1號喜蓮勇敢係唔使分 ，OK？ 好，第二隻最高嘅係8場10號精彩進帳，佢符合咗條件啦。因為第二隻最高啊嘛，指數係咪？第二樣嘢佢11檔，亦符合咗複合方法，兩個方法都符合咗，所以要分啦。因為佢係鑽石，所以8-10跌落去2號箱。好，跟住到第三隻最高嘅就係2場7號活力精神，佢8檔又符合咗晒所有條件個複合方法，所以2-7佢係因為波板糖，所以2-7跌落1號箱。好啦，跟住到第四隻最高嘅係3場2號標誌量子，佢係車仔，同樣符合晒，因為佢係佢係10檔，所以符合埋條件啦。佢要跌落去1號箱3-2。好，跟住數到第5隻就係1場5號快樂寶寶，照舊佢係色仔，佢係12檔，符合晒所有嘅方法，所以1場5跌落去1號箱。好，到最後第6隻最高5場12號大千絕勤，大家見到佢係車仔，但係因為佢係6檔，所以呢隻唔需要理佢，就係咁簡單啦。即係6隻指數裏面最高咧，其實咧符合大過8檔嘅得4隻，所以就唔需要分6隻啦，分好晒。1號箱買3隻入咗嚟，2號箱買1隻咗嚟，揀邊個箱大家自行決定 ，OK？ 只要多做功課，多統計，你自然就知道邊個箱對你有利。最好嘅能夠將個賠率寫埋落去，將佢加埋，就會知道邊嘅優勢比較大。因為我哋有時未必一定係馬多嗰邊大嘅，要睇埋賠率，賠率亦都係一個關鍵嚟嘅。咁到第時我會教大家點樣用賠率，再加埋你計咗嘅數，去形成一條數，話俾你聽邊有優勢，好唔好啊？好，咁我哋今日咧呢一 part 嘅分析環節到呢度啦，我哋即刻進入去下一個嘅環節啦。好啦，嚟到呢一 part 咧，我哋就係分遊戲碼嗰個部分啦，高嘅部分啦。咁咧又係簡單啲分啦，都係啦嗰啲1號箱、2號箱都係嗰啲檔位啦，都係嗰種嘅重量啦嚇，照舊啦，全部箱中分箱啦嗰啲重量嘅。好，咁咧煮方法就係參數4至5就要嚇，假設就係咁啦。咁好簡單啦，其實今次分第一場10號歷險大將，咁咧佢係參數係4，符合咗啦。咁就因為佢係3檔，所以1場10號係跌落1號箱，跟住124磅，所以1-10跌落去1、2號箱。好，跟住我哋數落去啦。第二場9號大力猴王，佢又係參數係5啊，符合咗啦。咁佢係9檔，所以擺喺2號箱。因為佢係122磅，所以2-9跌咗落去2號箱。好，跟住數落去。參數4至5係第6場7號紅海勁，6場7就係因為佢係10檔，所以佢跌落2號箱。因為佢係125磅，所以6-7跌落去2號箱。好，跟住數落去就到第7場嘅10號佳運發，佢係6檔，佢參數5啊嘛，因為佢跌落1號箱。因為122磅，所以7-10跌落去1、2號箱。最後就係第8場6號傲然，
佢係參數4符合咗3檔擺落1號箱，因為121磅，所以都係跌落去1、2號箱，就係咁啦。8-6跌落1、2號箱，好，分完啦。咁又係啦，你可以揀1號箱、2號箱啦，揀邊個箱買就多統計，自然就會知道答案啦。都係嗰句，同埋二分法仲有一個好處就係，當你分咗一大紮箱。係有啲馬成日跌落一啲箱係唔得嘅話咧，其實佢話俾你聽佢唔得嘅條件係咩？大家咪去定義嗰啲條件，唔好揀咯。當你多睇，你發現咗某一啲箱成日都唔得嘅，嗰啲箱咪等於攞嚟做西馬用咯，得嗰邊就攞嚟做揀馬用咯，等等咯。咁大家就多啲觀察同留意下呢樣嘢咯。OK， 咁你梗係可以改任何煮方法，自然都有唔同嘅答案啦。呢個係我成日講嘅最重要嘅一環啦。大家最緊要係千變萬化，大家要諗到自己嘅方法先。因為我刀仔每一次做任何咧，都係俾大家作一個參考嘅。大家要記住呢樣嘢，係希望能夠可以引導到大家知道點樣去做嗰樣嘢，然後大家就去決定自己嘅方法，加啲咩參數啊、咩指數啊、咩圖案啊、咩顏色啊，大家中意點做都得嘅，記住。雙中分相都係嘅，用乜嘢嘅條件都得嘅嚇。OK， 好，咁我哋就即刻進入去下一個嘅環節啦。好啦，嚟到呢一 part 咧，就係上次嗰個線性回歸馬嗰個賽果啦，即係個 summary 啦。好啦，咁咧呢一 part 咧，陣間咧又係啊，會分俾大家睇。其中有一 part 唔同嘅就係會將上次3個唔同條件我哋做過一次，今次又將3個條件完全改晒，去再做俾大家睇。希望會員朋友仔咧會更加理解嗰個條件分嗰個過程係有幾重要。希望大家能夠理解到。上次用3個係唔同嘅，今次亦都是用3個完全唔同嘅，只不過係連圖案或者其他嘢都唔同晒，睇下又有啲咩效果，好唔好啊？俾大家去作一個參考。好，我哋即刻進入去分箱嘅環節。嗱，今日嘅條件方法咧，就係完全又唔同晒嘅條件方法。OK， 好啦，先講第一個條件方法先。指數大過或等於35，但係要係炸彈。OK， 第一個條件方法。第二個條件方法就係綠色、粉紅色，但係要係樹葉。OK。第三個就係參數4至5，但係冇顏色 ，OK 都可以咁分㗎，所以特登係做俾大家睇唔同嘅方法啦，特登做出嚟，希望大家更加理解，係千變萬化，大家中意點做係自由活動嘅，你中意點做都得嘅，只要你有想法就得㗎啦。嗱，記住啊，條件方法係講緊符合其中一個條件都可以分箱嚇，唔係話要3個齊晒，呢個冇可能啦，因為你冇可能同時。一隻馬會擁有炸彈同埋樹葉㗎嘛，啱唔啱？所以一定係獨立嘅 ，OK。只要符合呢3個條件嘅其中一個就可以分箱啦。好，今日嘅箱中分箱，首先簡單啲都係一檔1至7檔1號箱，8至14檔2號箱，大個等於126磅1號箱，細個126磅2號箱，全部都係照舊呢啲，好嘛？咁咧嗱，大家見到個圖表冇重量同埋冇檔位顯示出嚟，唔緊要，一陣間我會讀出嚟俾大家參考嘅，好唔好？好啦，我哋即刻開始分箱效果。好，第一場2號智醒大將，佢係炸彈，即係符合咗咯喎。嗱，即係我哋要睇住3樣嘢啦。簡單嚟講，我哋要睇住炸彈啦、樹葉啦，同埋冇顏色啦，呢3樣嘢啦，啱唔啱啊？因為佢係屬於條件啊嘛。好，我哋睇啦，炸彈喎，一場2號係，但係佢指數係29喎，大家見唔見到啊？所以話呢個炸彈係唔使理佢。OK， 好啦，數落去。第二場嗰隻係車仔，唔使理佢，我哋睇住個圖案就得㗎啦。其實，咁跟住咧，你又見到老虎機嗰個第3場6號街燈又唔使理佢。好啦，第4場1號方糖冇事，佢係炸彈。咦，佢指數係35喎，即係符合咗條件咯喎，即係可以分啦。嗱，嗰一日4場1號咧，佢係4檔，所以佢要擺喺1號箱，因為佢係130磅嗰一日係，所以。4-1跌落去1號箱，我哋繼續睇啦。第5場4號佢係冇顏色喎，咁啊參數係4至5嘅5喎，佢係5喎，即係又符合咗條件喎。好，5場4號寶城至好，我哋要分啦。佢係嗰一日佢係5檔，
所以佢跌落去1號箱。因為當日佢係125磅，所以5-4跌落去2號箱。OK， 好，我哋繼續分第6場唔使理佢啦，第7場又唔使理。好，我哋去到第8場7號沙井之友，佢係炸彈。又符合咗啦，好，佢指數係53，又係符合晒條件，我哋可以分啦。8場7嗰一日佢係8檔，所以佢要跌落去2號箱。當日佢係119磅，所以佢要跌落去22號箱。8場7係好，咁跟住我哋再睇啦，咦，樹葉喎，粉紅色喎，配合晒。第9場3號太陽勇士，全部符合晒。又係攞嚟分，9場3號嗰日係3檔，所以擺喺1號箱。因為當日佢係126磅，所以9-3要跌落去一號箱。好，呢一 part 分完，我哋進入下一 part 再分埋。好啦，嚟到第2 part 啦，我哋又分啦喎。第1場3號列寶勤咧，佢係樹葉喎，但係佢係黃色喎，見唔見到啊？所以呢隻3號係唔需要理佢，1場3號。好，我哋繼續數落去啦。多板糖鑽石全部都唔啱。好，去到第8場11號川河洞區，佢係粉紅色，又係樹葉。嗱，配合咗條件啦 OK， 好啦，當日第8場11號係2檔，所以佢要擺喺1號箱，因為佢係115磅，所以8-11係要跌落去2號箱。OK， 好，咁跟住到第9場7號至尊貴寶，佢又係樹葉，又係粉紅色，即係配合晒啦。好，當日佢係8檔，所以佢要擺喺2號箱，因為佢係120磅當日，所以9-7跌咗落去22號箱，咁啊分完晒啦。好啦，咁結果出嚟好簡單啦，就係1號箱一號箱買兩隻喺度，2號箱買兩隻喺度，2號箱唔使買2號箱就買兩隻，有一隻喺度。咁啊，同樣啦，我哋先睇2號箱先啦。如果你話我唔需要箱中分箱嘅，咁咪直接買2號箱咪有兩隻咯，係咪？你話1號箱嘅，你4隻唔嫌多嘅，你咪1號箱買晒嗰4隻咯。當你嫌多嘅，特別新嘅買賣朋友仔注意下啦。如果你嫌多嘅，咪就係箱中分箱咯。咁就形成咗，你一係就買一號箱，一係就買2號箱啦。咁啊變咗每個箱都係買兩隻咯。呢個就係2分法嘅好處。咁啊自由自己決定啦。你話我4隻都唔嫌多嘅，你咪直接買1號箱咪得咯。但係如果你話我4隻係嫌多嘅，咁你咪揀1號箱或者1號箱，其實成個運作就係咁簡單啫嘛。如果你再多碼嘅，咪照樣再箱中分箱，去到8箱咯，4去8箱都得㗎，係咪？所以大家多啲做功課，你自然就會理解我刀仔講咩㗎啦。不過一般咧講一樣嘢，就係話如果你用得條件方法咧，基本上都唔使4箱去8箱嘅啦，因為條件方法本身已經幫你篩選咗好多碼啦。除非係一種情況下係會去到8箱或者16箱嘅，就係你將全日嘅排位100幾隻碼一齊抌落去分，咁就可能會做到呢個效果啦，就要做呢樣嘢啦。但係呢個已經要去到職業手先會咁做啦，即係你好專業嘅時候，你對呢樣嘢好熟嘅時候，就可以做呢樣嘢啦。好，咁咧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先，好唔好？咁我哋就即刻進入去下一個嘅環節啦！哇，好快嚟到最後啦！咁咧，首先咧都係多謝晒大家咧一路以嚟對我刀仔支持啊！有樣嘢好緊要，同大家講翻聲先。祝大家咧就聖誕快樂啊！最緊要係身體健康同埋快快樂樂啊！每一日都快快樂樂，最緊要呢樣嘢。好，咁咧好多謝晒大家今日嘅支持我刀仔啦，同埋今日嘅耐心收聽同埋收睇啦。咁咧，我哋喺下一次咧就要喺度，因為佢係1號跑馬，即係1月1號嗰日跑馬嘅。咁變咗咧就要去到30號嗰日先會上載免費影片嘅，即係12月30號。咁大家就留意下啦。好啦，再次多謝晒每一位馬迷朋友仔對我刀仔嘅大力支持。好，咁我哋就喺下次見，好唔好？好，各位朋友仔，多謝晒你哋嘅支持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嚟到最後，先多謝晒大家馬迷收聽同埋收睇。咁如果真係中意我哋嘅頻道嘅話咧，就可以免費訂閱我哋嘅頻道作支持啦。咁咧撳埋隔離個鐘仔，
咁咧撳全部通知，咁跟住咧一有新片就會馬上通知大家噶啦。咁如果你真係好中意我哋嘅影片嘅話，可以點讚啦，同埋可以分享俾你嘅朋友嘅。咁再次多謝晒各位馬迷朋友仔，我哋喺下次影片再見，拜拜。